今若大架车、大型车伫高速公路顶头，若是出车祸，这车祸拢是真严重。警方即马就公布一寡伫高速公路顶悬较高发生大架车车祸的地点，加强有8个所在。今若这个所在拢是车流量较大，无就是瓦近工业区，也是市区。若出车祸原因，有的是无保持安全距离，有的是驶车驶较细心，无就是拄久捡物件。若是安尼，就较高发生车祸。货柜车驾驶无注意车况，故意北向内湖段失控连撞3台车，然后游览车驶伫国三斗六段弄到轿车，造成严重死伤，各道大车颠覆事故，高伤亡者上济。喇叭声一直响，后壁大货车无减速，连撞几啊台车。故意北向南口加三重埔，今年前11个月达到187件大型车死伤事故，列伫大车事故热点头一名。交道附近有一些这个工业区这个货车这个运输的车辆进出，那有些都会区的话，就是会有一些物流仓储中心要进货补货，它的一个交通量比较大。那以至于呢，就是发生的事故呢，确实是比较高一点。各道大车死亡事故热点，除了这个路段之外，包括北部地区国一南向南口中立，国三北向树林甲安溪，中部的国一南向台中系统甲台中，南部的国一北向南马溪甲仁德系统等，拢伫热点名单。警方分析，这个路段特性，瓦近工业区、都会区，大车车流量大，加上驾驶车技无保持，开车狂神也是分心，像看手机啊、拄久捡落落去的物件等，无注意到头前的路况改变，拢可会引起对撞事故。那我们这边林口交流道呢，也会针对它的出口呢，原本可能在这个就是有交织的路段呢，我们改成立体交叉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希望能够就是减少这个车流的交织，然后让这个整个就是匝道回堵到主线的情况呢，可以获得改善。大型车驶伫高速公路、高公桥提醒，原则上只会当驶伫外侧车道，占用内侧也是中线，依法会当开发。也建议伫国际北向南口交流道进行交流道改善，毋忙解决塞车问题了后，也当降低大车事故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